發展局同轄下部門一直不遺餘力，積極研發同應用創新科技，致力提升公共服務嘅質素同效率，改善成本效益。最近，同事亦參與咗第51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合共奪得36項獎項。今屆嘅獲獎數目仲創咗歷年嘅新高，成績驕人。一年一度嘅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係全球規模最大嘅發明展覽會之一。今年3月11號至15號喺瑞士舉行，匯聚咗嚟自35個國家同地區嘅科技企業、大學、研發中心、政府機構等一同參與，展出嘅項目超過1000項。今日帶大家嚟到第51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嘅會場，我哋上去睇下。發展局團隊同公務部門包括渠務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屋宇署、水務署、機電工程署同路政署喺今屆發明展榮獲36項獎項，包括1項沙特阿拉伯王國教育部沙特創新卓越獎、7項評審團嘉許金獎、13項金獎、11項銀獎同4項銅獎。當中唔少項目都應用咗人工智能、機械人、無人機同其他先進技術，正好體現咗點樣將創新科技落地應用。呢啲嶄新嘅方案亦獲得國際認可。今次我哋主要介紹部分金獎以上嘅項目，呢啲項目已經陸續喺政府應用，同時亦會逐步推廣至業界同私人工程。而以下呢個項目更加奪得沙特創新卓越獎，係屬於金獎以上嘅特別獎項，亦都係香港特區政府部門首次獲得呢項殊榮。渠務署今年係嚟到日內瓦發明展，帶嚟咗百變探戈，配合佢嘅多段式履帶設計咧，佢係可以越過唔同崎嶇嘅路段。渠務署管理緊香港約莫4400公里嘅地下雨水同埋污水管網，檢測時經常面對渠道地形複雜、坡度大、積水深等嘅挑戰。為咗突破呢啲限制，同埋避免人員進入密閉空間工作，研發咗遙控渠道檢測機械人百變探戈。百變探戈係一款遙控履帶式全地形嘅渠道檢測機械人，可以靈活適應複雜多變嘅地下地形，穩定運行，可以全面採集視覺同空間數據，監測密閉空間入面嘅空氣質量，自動上傳至人工智能驅動嘅評估平台，精準識別潛在嘅問題。工程人員只需要喺地面安全位置遙控操作，確保檢測工作更安全同高效。咁我哋嗰個嘅 invention 咧就係有關呢個機械人嘅。呢個機械人咧係可以喺一個複雜嘅環境下咧，好安全咁幫我哋燒焊。水務署同承建商咧就一齊去研發呢個智管焊嘅，其實係專為接駁鋼製水管同緊急水管維修而設嘅，能夠進入管道裏邊進行焊接同維修。佢有3大好處。第一，可以透過接駁電腦精準設定焊接位置，準確程度達到1毫米，燒焊嘅速度亦比傳統嘅人手焊接更快。第二，移動性能高，配備履帶式嘅移動，非常合適喺香港9曲13彎嘅管道工作，同時可以喺續航5公里，滿足到長距離長時間嘅工作。第三咧，降低作業嘅風險，操作員只需要遠距離監控同操作完成焊接工序。好似香港咁高密度嘅城市，點樣透過樓宇設計去提升城市嘅通風，去減緩熱島效應對我哋影響，係一個至為重要嘅課題。過往地形複雜嘅個案需要依賴成本高昂、耗時漫長嘅傳統計算流體力學去分析。屋宇署研發嘅 BIM 建築物間距工具，首創將 CFD 同 BIM 三維效能結合，為業界提供一個快速、便捷、低成本嘅建築物透風度評估方案。新工具大幅提升設計效率同埋質量，令樓宇設計融合環境，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今次我哋日內瓦嘅展覽就係嚟介紹香港人工智能山泥傾瀉警告系統。我哋以人工智能進行大數據分析，從而提升評估山泥傾瀉風險嘅能力，優化山泥傾瀉警告嘅發放。
呢個自主研發嘅 AI 大數據模型，可以為每一隻人造斜坡逐一計算佢發生山泥傾瀉嘅機率。喺試行以嚟，呢個系統喺提升預警準確性同埋運作效率方面都有突破。估算山泥傾瀉數目嘅準確度超過90%，相比現時第4代傳統統計模型約70%，有顯著嘅進步。而且對局部強降雨嘅風險識別敏感度更提升1倍，令到預警更加貼近實況。我哋呢個方案咧係用於密閉空間巡查嘅機械狗隊。咁其實每隻狗上面咧都安裝咗唔同嘅傳感器啦，例如氣體監測儀、熱像儀同攝影機等等。而由於密閉空間內咧，其實係冇4G、5G、WiFi 等等嘅信號覆蓋。針對密閉空間離入口比較深同埋比較遠嘅情況，我哋其實都配備咗先進嘅通訊系統。機械狗可以通過網狀嘅網絡，以9駁9嘅形式互相通訊，維持信號穩定，令到現場巡查嘅情況同埋數據，例如氣體讀數、環境影像等等，可以實時傳送到地面嘅同事手上。因此，呢個方案可以協助工友同同事留喺安全嘅區域，遠端實時監測密閉空間嘅情況，以及進行事前嘅風險評估，應付唔同複雜多變嘅環境情況。而我哋而家已經開始應用機械狗隊喺唔同嘅政府場地進行密閉空間嘅檢查工作。香港依家正全力邁進科技轉型嘅新時代，為行業變革同升級注入強大動力，開拓無限可能、機遇同突破，推動新質生產力嘅發展。發展局會繼續積極推動業界更廣泛應用創新科技，共同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基建中心，助力國家高質量發展，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